對比雲迪克同埋里奧費迪南嘅數據啊，雲迪克係2018年到2025年，而里奧費迪南啦係2002年到2014年啊。英超出場次數，雲迪克係314場，而里奧費迪南啦係504場。曼聯加列斯聯加韋斯咸啊，場均嘅搶斷次數，雲迪克1.2次，而里奧費迪南係1.5次。場均嘅攔截數係1.1次 VVD 嚇，咁而里奧費迪南係1.8次。場均解圍，雲迪克係4.5次，而里奧費迪南係3.2次。傳球嘅成功率，雲迪克達到89%啊，而里奧費迪南係85%。長傳嘅準確率咧，亦都係雲迪克72%，對比翻里奧費迪南嘅65%啊。咁而喺入波助攻數當中，雲迪克係27波入波13個助攻喺利物浦，而里奧費迪南咧係12波22個助攻喺曼聯。英超冠軍雲迪克有1次19到20賽季，而對比到里奧費迪南有6次嘅聯賽冠軍都喺曼聯。歐冠冠軍雙方都係只有1次啊，雲迪克係2019年，而里奧費迪南係2008年。